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来咧》，我是综艺圈阿群妹。今日嘅节目当中哦，我同大家来小姐啊，汉半夜係講去到新竹啊，北埔呀，就素菜啊，做在去就素菜好食東西，係一件新疆嘅客家傳統。地方買嘅東西啊，咪係大家親熟悉嘅客家料理，啊唔過佢嘅名嘅非常嘅特別。阿群妹挨聽到以後會知道，有冇有一種？當熟悉嘅感覺，啊唔過又有些等人講，怎麼解會安樣呢？細細嘅嘅來分享，今日嘅節目度邀請到嘅來賓就係呀春嬌板條嘅劉美希，美希姐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北埔春嬌板條嘅劉美希，當歡喜今日參加《福起來咧》。哦，歡迎美希姐來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吼。剛才有講到呀，你啊條烏卡買板條嘅名嘅啊，按到春嬌板條。我聽到有春嬌啊，我其實嚇一下誒，因為我媽媽就按到春嬌。嗰陣我一下聽到春嬌板條，我看到腳本嘅時候，我嚇到想講，我媽媽會來嘛，嚇我一下。嗰陣美希姐應該唔係春嬌吼，你應該唔係春嬌。我嘛當上變到春嬌，不過嗰係我媽媽嘅名啊。啊，係我媽媽嘅名。係。李亞川湯呢是係用到我媽媽嘅名啊，因為李亞做嘅全部料理係我媽媽嘅料理，所以是按照春嬌板條。喺面前加一隻北埔。哦，因為因到北埔鄉開嘅川湯，我就希望大家就在來到北埔來學嘅板條。哦，是係媽媽嘅好妹水，我留佢留下來，繼續伴大家來識到呀媽媽嘅美食。係，嗰時板條就係呀青蔥嘢，頭擺媽媽就是當會做板條係冇？佢當會做米食、飯糕類的，佢佢也當會煮菜，佢特別西天割肉啊，所以做當到本該都師傅學，所以佢都係手藝當好。哦，原來係咁樣。嗰時候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係講你每次到你身邊啊，沒有一個春嬌嘅話吼，分享大家做得許多呀春嬌板條，怎麼解會咁樣講？其實有一個法通係愛潛全台灣嘅春嬌嘅法通，錯冇？湘西當到有神奇嘅東西啦，我就特別創個盤都有法通，個聲音呢，是不聽你我都有盤法通，因為本來就是想講喲。嗰樣年頭嘅人啊，我媽媽哋80啷歲，嗰啲按到春嬌，當嗰樣年紀唔係按到牛嬌是春嬌，冇是阿嬌，所以我媽媽是講，你阿每天唱台灣當到有春嬌，嗰係隨時唱嘅名啊麼？我是來想講，你簽完隻法通來看，到底要幾多隻春嬌？哦，所以我攀高誒，要春嬌來麼？要當到春嬌，我哋要翕相哦。哇！嗰春嬌來叫當排蛇，按到春嬌。當定一下，佢係來到哈，我就介紹是咁想講，你係來念到春嬌兩隻死佬，我都窮讓，還是強尼是日文板條。哇，媽，看100來去哈，啊唔過也係咧，這個是特別時間限定，對不對？唔係從頭就有。因為呢隻店啊係用我媽媽嘅名開嘅，所以當年嚟母親節。是會辦呢個活動。哇！你講嘢啦，我媽媽有3隻是窮人，青春嬌，剛開始搶是3萬板條。哇！嗰啲係唔落唔行窮下來嗰種人咯，是窮下些。你講，因為我媽媽有冠夫姓，姓劉，咁樣就劉成春嬌，是搶是5萬板條。哇！暗號哦，你再貴冇下來。嗰時候啊，喺呢班母親節嘅時節啦，喺講有人嘅觀眾朋友啊，喊做很多春嬌嘅分享大家去到呀春嬌板條來食板條哦，對不對？分享當生氣啦，因為嗰個名嘅就會本大家有一種。情濃濃嘅感覺啊，聽到就知道，好像就是身邊就會聽到有一個春嬌嘅感覺。嗰時候攀也就發通，大家做啲鄉下來參加，咩鄉下來鬧熱一下，可能一度都係斯坦人都係人嘅種皮嘛，本期一度歡喜一下咩東好啊，對不對？韓國唔單止按你哦，剛才有講到，其實
实人家嘅传汤，我俾我看起来唐公主动讲啊，动人韩国去看过那，老多公园还嘛个时尚的建筑，唔滴滴路去看嘛个，系唔系安尼？系啊，因佢是起嘅些，他嗰陣時都嘅攤，你到底會可以買點呢？後邊我都是搭上去些春腳板條。你看到嘅建築物嘅相片，真嘅，當初買個博物館呢，很漂亮哎。有人覺得是藝文空間。對呀，嗰時候當時啲嘅戲嘅時，大家就有注意到。有，不過當一起到幾日買咖啡。冇是係民宿，以前，不過我都是會想講，我都是想，其實老頭擺師傅啊，幾乎那邊市場安樣，我都是冇講到優切，是希望佢保，冇太魯呀的，冇唔好太魯，我是希望佢樣強強，安安靜靜，所以嗰時節啦是讓我師傅講，你冇來湖南多，我適合一個安靜的房子。啊，嗰陣時去啊，就無，就係想要來做一件傳統係，也係講本單係有其他嘅規劃，想要做其他嘅使用。啊，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啊！真的。這是你重複嘅故事。本來因為我媽媽82歲咧，我就姊妹有時想愛去動物幫我媽媽帶。哦。嗰時日了時要規劃我本佢嘅方言。啊。慢啲呢，佢下時想，我媽想我帶到啲咧，佢想我帶南部。還有隻素菜，你睇我啊魚到咧用格式，是實實咧想，是想到冇是咧變到串湯，像變身串湯誒。哇！本來魚本春腳大嘅喎。哦，嗰種也本來係春腳，係嘅喎，啊下後就變做一件串湯，因為春腳上係咗其他素菜。係，基本上我帶到街，其實講係原汁回收。不過係用都好呢，剛剛好，都好，對不對？所以計劃趕不上變化。對，而且這是一個很好的變化。韓國我看到家下嘅相片地圖，相信大家也還沒有看到，但個沒有掛嘅動到動獎嘅花。也花咩本也件傳統變到真正像美術館用嘅，也花係美食節也都用心去請嘅，也係那片來嘅。你反而全部係愛老妹，佢係一個畫家，佢特別是當上愛畫圖，後來是這個畫戲是走一套藝術學院。往禮拜我都去你動物嗰些，因為灰色嚟屋嘛，看起來是強強，那邊係冇掛到買東西，看起來是從來冇買東西，然後是只想法是來去翕個北部嘅時事樹，時事餅係北部人當有名嘅產品，所以是翕當到相，將來是畫圖，因為時事係豐色嚟，有樹有咖啡色，又有花兒喺度，所以。還有天空的藍色，所以貴家屋因為有這些顏色，那是變到色是冇窮人嘞。貴家房子裡面是很有生氣了。對，韓國因為剛才有講到，人家屋係用那種輕簡單的方式，冇特別的色木也得，啊唔過標嘅也得，花過後當用心花嘅花，韓國有自家嘅特色嘅花過後，規個裝點起來就係冇窮用嘅感覺，而且是輕有新做北部要找蔬菜嘅味道多地度，對不對？就是很有它的味道在裡面。故說你看按用心嘅一件點嘅，其實係因為當到意外這樣發生嘅。其實一開始咩一開始就想到講我開一件點嘅，其實本單純叫嘅板條，沒有做其他嘅經營，沒有做呀板條嘅專賣啊，韓國嗰個係唔係沒有啲台北有可以件客家嘅料理。其實開頭係我嗰個開始做劉家小館，因為爸爸想溜，因此到北部呢先可以建劉家小館。佢開頭成我媽媽讓我個窮下，嘅滷味啊當有名，滷3層肉啊，豬腳啊，豬妹，嗰當有名，還有梅乾菜飯。佢做起來以後呢，我咪要做嗰啲甜燒。後尾我嗰個有變線咪要做白條。白條上來白條開。到台北咧。我老妹是發圖嘅啲老妹，佢嘛其實講，我媽媽做食物嘅態度，其實很讓人尊敬。所以佢嘛想會可以見，是到逢甲商圈可以見。台中，台北、新部、北部，韓國台中。佢先可以見，佢是按名到春腳板條。哦。嗰些名就變成春腳板條。
唔過嗰件啲啊台中嘅春橋板條係賣蛋槍板條料理包，聽係冇？唔係，佢係賣是像因煮本因是兩個板條。哦，蛋槍賣板條。計掹啲嚟當煙來說，啊老妹當日看到嚇，開門是按當煙都冇唄，嚇到做唔停。做營養其實冇做咧，用甜甜嘅。哦，古早下後，清明又做起嘅件鑊過後就知道，將就全部收進來，就多呀。白鋪也就蔬菜來做。係，後兩個個的白頭可以見，有2年後有就轉白鋪去，他講佢是專心經營那個劉家小館。所以劉家小館咩到白鋪呢？春橋板條白鋪咪有。該係當年以後，因為當年轉來清板條，講的是因為個有長時間是唔想買板條，該當年是就轉來講，我係板條，你冇幫我板條，我們應該都姊妹是講，好啊，冇是我生意都白鋪剩飯，還用個個嘛，我都是想一隻盤飯，因為我喺告訴，我都是想講，好，我係是來做料理包。然後好簡單，你亂下都愛選是款轉移，我看這個彤彤是肉食嘞。馬連英學士都該講，做唔得，我識對你到食到一碗，滿個寫到嗌你，我又冇食到做唔得。後來就為開始就都該偏要買板條，我本來係買料理包。哇，原來係咁呢！古時候你看哦，有呀當道嘅歌唱啊，將有暗號嘅結構，有呀下嘅春橋板條一件暗醬嘅點嘅。唔過其實佢哋都啊有當到好食嘅東西，可以同大家來分享哦。比如講從呀頭前呀盤，係唔係它是板條嘅創意料理係冇？係咩創意料理啊？你係愛不看，因為我媽媽是走菜，早上吃素，早晨頭食齋。我下班我是會變到東西不一些，該是用有機的芽菜，哈，那板條一滾，其實會做看起來像壽司，就會變到手卷，是因為那種熟魚乾啊。我按名是因為我讓按到手卷，哦，古時候還有當道嘅料理，愛同大家來分享。等下陣嚟就同大家分享，上來係咪嘅好美食哦？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！我係綜藝圈阿權妹，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啲白鋪一件清醬嘅一件客家料理店。剛剛有講到啲度有一咧，我看起來就知道哇，好清爽，好好吃的這個板條嘅手卷，對不對？然後這個手卷裡面加了非常清爽的蔬菜。韓國我糖講咩有2種醬料，光是一個手卷就有2種醬料做嚟提供本人下來用，對不對？做乜該會有2種嘅醬料？日本人好吃到你吃上來東西是不是好辣？因是本地胡麻醬，胡麻醬裡邊有花生，有一些那種堅果類。該有的人唔敢食花生嚟，反正是會冇有汁，該是好清爽。對，哇，該美琪姐吃到我應該會聞那種醬。我吃到你就先聞冇有汁。好，你哋第一步看到嘅個小黃瓜係我媽媽種嘅。哇，春嬌種的。趙先長，趙先長係咋嘅？哇塞，給聽到懂好食，我先試試看啊。那知道牙不卡跟梅嘅醬，味道很清爽哎。然後，然後包一個板條，雖然呀它食得很涼的、很冷的，啊，唔過佢還有那個咬的那個咬勁，你唔會按樣就斷掉，一咬就斷退嘅這種感覺，它還是有嚼勁的，還是很好吃。你係筍米做啊？因為板條係用柴米米做啊。嗰啲筍米嘅東西，佢是會軟又有啲 Q， 唔係嗰澱粉做嘅東西會讓當 Q， 所以食到係食佢話軟 QQ， 嗰是用柴米嘅板條。對，因為有嘅板條，有陣時我哋台北會食到嗰種真 Q 嘅板條，嗰種口感又冇咁錯，又唔錯嘅哦，又不一樣。聽說愛食按樣
顺米做个板条，给口感就无香，就算按用迄凉的，食起来还迄种好食。然后俺有吃到姜麻跟米线，对不对？好，有姜麻。哦，姜麻是日常生活里面很重要一种东西。他赶紧冰箱底都清楚有一罐，卤嘅，早时冇东西要配的时间所以是。对，清楚有一罐卤嘅姜麻，古时候呀姜麻都呀，这个手卷里面还就知道吃起来特别的清爽嘅感觉。哦，韩国当我一样，咩嘿，爱吃到，以前迄人客家人平常时咩东接食到的菜，按到芥。我俺不卡，俺迄吃到它就是一种蕨类植物，俺不卡迄含几芥，啊唔过美西姐俺不卡含几个两个系咩冇共用？蛮多季节，但是多了一个季节这样丝，对不对？季节，要在芥，应该就是我们讲的过猫嘛，对，是吗？是一样的植物吗？是的，我们一般都叫它野蕨。但是讲黑色都季节，然后唐讲要在季节，对你来讲有一个当特别的小故事，对不对？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春节吼，有一只共一只来啊，6只妹啊，还有开有7只姊妹，本来就里头人读书啊，做阿爸阿妹也是当存钱呐。我爸爸特别是总当到季节，是伏天全部总季节。佮当日早先天忙讲3点钟，其实去摘季节。应该是现在水母的时节，其实摘咗咧，所以去市场买。我就特别做透露25岁，我准备补习。该些是走线上，因为我要开补习班。佮早先看到爸爸去市场买季节，我是天天去老去买。其实是都讲，佢摆是问我讲啊。你要走线上咧，喊你市场让我买季节，你会去到排什么？我讲，杨伟，我成日系地讲线上为你老爸爸妈妈提买季节，佢会讲你要线上当位。所以季节上西山都代表我的爸爸的一个东西。当那个年代，佢当到时间差不多季节燃。佢摘季节去买腰酸背痛的，使用你的钱，本来就里头姊妹要读书，读到全部大学毕业。真的，你看妹妹又是画家，然后美希姐又会做欣赏诶，就迄因为爸爸嘅也着爱吼，用按照散忙发按照时间来种亚节，啊唔过按用张有办法分呀，美希姐也着义务卡人过好嘅生活，故说也系唔系算系一类你怀念爸爸想念不卡嘅一种家乡嘅美食，故说同大家来分享。系，大家因想自家爸爸妈妈想冇穷人，对我来讲，李亚菜一天来都春椒板条要出现，因为看到记嘅时候想到，听爸爸都记嘅染地袂杂记嘅，我老妹记嘛发有记嘅，我爸爸老记嘅染都挂到我春椒板条二了呢。他敢用冇穷人的方式去怀念自己的父亲。对，韩国但狗给调味，俺每次都懂 TP， 是用很清爽的，没很抹也中，对不对？嘿，特别一般人其实会用泡菜，去炒季节。该我都特别买红色，忙啲呢后边我就自家做每有接不后去到红色，食材当方便又当好食，后来是变成红色。就像一个沙拉嘅感觉，按用淋上去就做得食咧。你每也买自家做诶。全部咩自家做诶。真係喺當客家東部卡嘅美食同大家分享。唔過其實我有看到吼，其實日點嘅杜烘嘅一條我們講的合作嘅伙伴啊。可以來家就就懂後生，然後全部就懂有熱情嘅感覺，一條按好嘅後生人喺那邊前來嘅啊，係咪再同大家講一下？你係愛提幸福嘅一件事情，因為我要開一間幼兒園，嗰度成日咧提提嘅3歲開始是聽戀愛，3歲幼兒園3歲差唔多，奶鳥開始是聽戀愛道理下，後來。一切到國小、國中，因為我係教英文，幾多時全部係我嘅學生啊！哇，你有看到上面真係係當有發力嘅人嚟好上跳誒，對懂事嘅時間就唔會搞到太可能搞到國中、高中，啊，下後可能出社會過後又轉來做事。
到大學嘅時間，我就是想，記得廠啊抱怨啦，講你要專門盤當到活動，不能寫片又高，睇白人寫先什麼樣做，係啦，我是講你太細心啦。後來到大學嘅時間，我就是問佢講，你做冇窮落嚟東西，讓你都窮下做嘅嘛，跟後來是做春椒板條、真空料理包，是老幾都窮下規劃。窮下來做，是這些開始。其實沒有來到呀人嘅店嘅地方，窮下來聽說對呀都有發想嘅東西，他們都有參加。有，記得就推別讀書啊，種辣推種讀書，大家禮拜日是準備不來，因為時間是太緊參詳，窮下做。記得本來連蔥啊、蒜啊分唔清楚，你啊搶唔都很有可能哦。呀，嘅後生人真嘅分唔出來，啊唔過呀哈，都店嘅地段做到當好，搶不會做咧。我相信冇事情就做，記得做時候。很好吼，韓國嘅發現，人家店嘅都好哦，唔但搶貴嘅看起來當獎。韓國本人感受到係親有法律咧，韓國上愛老自家嘅家鄉嘅體制同大家來小嘅，也對人嘅menu開始哦，就做得看得出來。比如講嘅地度有看到吼，親客家嘅泡菜湯，而且菜還用客家字哦，對不對？對，泡菜湯，韓國唔會用去了強嘅客家話同大家來小嘅人嘅菜單。係因為哈，台灣太提供自然好多。我從苗栗嘛，就是四縣大本營。係，台灣去比賽啊，從冇人講係那個自然，佢就當希望講去了強哈，就本人都談家掉。我未當上去學去了，我漢社嘅時節要去比賽，啊我比賽就係講試驗嘛，啊唔過我談到嘅比賽嘅人啊講去了，我就知道大家好，躺起來就是很柔軟的感覺，我就很想要學。故說我知道美希姐愛用青後，而且這也很可愛，春椒的四卡菜，私房菜的意思，對不對？啊，四卡菜，所以大家做得用去了強來統一嘅呀菜單就錯嘅。係，因為我希望你來到係除了你在食到客家嘅菜，我咪希望你目主要看到客家嘅溫食。用呢度菜名嗬，創下對餐廳發現當到好笑嘅事情。咁有種人會講客家嘅天特質是湯，咁到底係乜嘅東西？客家是湯，對，因為佢唔係呀客家事嘛，對不對？咁上次湯出嚟嘅兩條是會爛架，其實我做嚟前嚟講，我嚟前跳江用佢呢度底係乜嘅？什麼呢啲度寫嘅係乜嘅？咁係湯出嚟是當神奇，是小魚湯是出嚟。呀，真係係當神奇誒！故說你看哦，親用心嘅老自家屋企嘅媽媽嘅料理、爸爸嘅料理，變到傳統地度；韓國有老自家家鄉嘅特色，變到傳統地度；咩老客家嘅文化啊、文史，全部變到自家傳統地度，就係愛同大家來分享一個特色咯。先休息一下，還有動動內容愛同大家分享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真到復起來咧！我係仲一群阿權妹，基本嘅吼老藝強樣吼都係純舊嘅妹啊，兩個純舊嘅妹嘅，見講到純舊，當時就知道動親切，係因為啊美食節開一間餐廳，啊係延續呀屋企嘅料理，然後也後面系統大家來分享。剛剛我啲菜單地都沒有看到一片菜。我知道，名嘅我咩想冇乜嘅了解到，算來也係乜嘅東西。佢按到富里蝦海菜，富里蝦就係按叫乜嘢啦？也是當然要同大家來分享嘅。按叫乜嘢嘅福氣便利店啊，就要來同大家講一下。算來富里蝦係乜嘅？美希姐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呢一故事嗬，係我媽媽聽埋教我嘅。佢講嗬，佢食時節冇乜嘅水果好食，佢三百當時會有富里嘅蝦，嗰時係奇異果。哦，聽埋三百當時有呢樣東西，係那種本土種的，對不對？他們叫獼猴桃。對，所以
我就是求当神奇啊，才会按照狐狸改哈，就是讲，特别猎人追杀狐狸的时候，狐狸是紧走，挺紧张嘞，蛋蛋就掉下来了，蛋蛋会掉下来。当你是上出来是变成奇异果，这个名是安乐耶。我以为是球诶，按都不会用膜，看起来应该有一些的枪的感觉。应该也是很像吧？对，好可爱哦。故事好，给我们也特别整理耶。当到种这个我们讲奇异果嘅客家话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那嘟嘟好爱讲事业，美希姐讲海六强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没有人讲按到后头果，对不对？后头果海陆腔。后头果哦，好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美希姐分享的福利哈，或者是福利给哈。对不对？福利改哈，福利改哈，对。然后第三个这个大家那个可以用脑袋稍微再领略一下，到底为什么我们都牛哈了？该可能俺慢抬招牛哈了，比较大一点的奇异果这样子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俺哈接讲的，我们都后利。后利对，后利美希姐有糖果吗？没糖果，你们顶汤的是。福利哈，应该都是比较样。对，然后还有很多毛头或者是毛后头，毛后头，对，或者是没有喉这样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直翻啦，奇异果，对，故说同大家来分享好呀，奇异果有按道嘅讲法，唔过同大家分享係因為店尾都有一瓶菜，按到福利哈海菜，它就是很清爽的这个奇异果的凉拌海菜的料理，对不对？错，你菜都喺屋卡有20年咧。哈？是20年。哦，故说春节头摆就会用呀后里来拌这个海菜本呀，就是。係一般因為是水果嘛，因是撈水果邊啊，因來菜色當回去。cái海帶芽係因客家人好熟悉嘅東西，那就是用嫩海帶芽去做，當佢變到因嘅水果是那奇異果變上去。cái當初按你張名嘅時是經常cái到底用班按名，海菜用啲用班按名，神奇哦，是想到福利改下，是想到你張名原來係按呢，唔過大家按用看下來啊。會唔會鬧到那個美希姐呀？烏卡嘅點味都好係實在嘅，我嘛當驚。對，嗰時候唔單止有仔哦，沒有肉好食啦，對不對？就像下來兒童大家來分享嘅很多酒撈三色盤，對不對？要就係滷味類的了。特別因創啊盤數嘅時節啦，你是會出3色盤、5色盤，嗰時係冷菜。嗰因為春節嗬，因當年過年是會當到親戚會來食盤，你諗啲嘅係難以來。所以我媽媽是會做到呢個菜變相，因為他來要到嘅時節，馬上是切盤是出菜對，對對，韓國人懂好食，好食啦。對，我他食到應該係豬脷頭，對，你講豬脷頭，豬舌頭對不對？對對對，你講豬脷，對，所以呀。豬脷青蔥油嘅係你攞一本幾米，你講他食到。佢唔會細鹹哦，唔過佢有一種濃香嘅酒味，是不是紹興？而且是成年的，對，很用心哦，連呀滷味都這麼用心。滾凍蔥，有，我覺得好好吃哦。韓國唔單唱按呢，撒下來兒童太高了，分享嘅一件事情，我頭擺咩唔低，就是牛溫水同綠糖起，有冇嘅冇共用？我頭擺唔低呢，美希姐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牛溫水是係講頭擺牛啊，落個避湯地背，佢浸啊水到肚嘅時，個牛背露出水面。好，個當背是咪有白鷺鷥去到當背？對，因是講乾到牛溫水，就是像起白的泡在糖水裡面的嘛。對，剛才我有糖糕。呢種係湯水，做唔到到湯水，按到湯膏。哈，係因為其他果係冇，係，因為煮到幾樣未係尿，樣，我哋用係補腎嚟豐補湯。
哦，寶山嘅梧桐青有名哦。有落到老姜啊、姜媽，還有牛眼乾、瓊下豬。哦，古時候呀，蛋糕嘅有點像梅乾菜的那個是，跟牛眼乾。哦，牛眼乾啊，蛋糕同配咧，我冇看過嘅，就係蛋糕有撒那個白色的玄米，對不對？嘅係乜嘅意思？係你要到想講讓口感變得更豐富嘛？因為因吃到你這道菜哈，按看上去又烏色又青色，少一隻色。他就是想哦，該牛背當背穿有白露絲，他就是撒到玄米，該是象徵白露絲的意思。好像哦，又強啊。正像韓國我也下食呀，牛溫水。佢咧係家嘅外表係橙色咧，同頭白色咧拍色嘅木香樣，加椰落去，錯冇？係，我就要加椰落去，有時會要加張梅頭，色然後醬。哦，而且你看它食到嘅米線好好吃哦，而且口感咁樣凍口呢，也咩係純叫做嘅係冇？你係純米嘅東西，美容粉呢係高誒，然後美容人家的那種叫綠茶粉。我們就是純艾草，所以見梅頭會當香，對，然後見好 Q， 好吃，好食啦。好食啊！唔過剛才有講到吼，牛溫水同綠糖糍嘅綠糖糍又係乜嘅？綠糖糍是係板染，好睇炸板染，一弄好以後是凍安用水去浸隻粉，啊，其實係板染，牛溫水係糍粑，這樣一份。原來係咁呢，古時候有一個粉咧係完蛋啦，搞混了，綠糖糍。錯。真件嘅，佢想下下藝呀配嘅人啊，藝呀批嘅人可能幾件就會唔記得呀條事情嘅，因為冇直接接觸到，扮嚟咩唔咩人平常時愛食嘅東西。古時候我知道美西姐就係想愛留，你還記得咧，爸爸媽媽有傳下來嘅，一條親客家嘅文化同西洋相關嘅文化同大家來分享。韓國輕重要嘅係想愛留佢推到。後生人身行，比如講你還有動到後生嘅團吹嘛，古時咩悄悄咩推出動到後生人中意食嘅東西，中意啉咩東西，還自家出嘅秘魯，錯冇？對，咩係有北部特色嘅呀酒，錯冇？錯，你講秘魯，嗰時係人家朋友嘅配方，喺度上嚟有一隻自家品牌嘅啤酒，嗰幾時攞你隻品牌本人，攞你隻酒配方本人，攞人做好掛人嘅名啊，就出自家北部品牌嘅酒就錯嘅，錯，當時是要寫北部，嗰當時法兒啊係嗌老梅法法啦。哇，真年輕有北部嘅特色，韓國也下係唔係有機會咩做地啲啊？點咩都烘做地啉到調酒，韓國係客家風味、新竹風味嘅也條調酒，錯冇？你喺度成日都聽人嗌做事，你都成日呢到台內是會想啉到酒啊！小朋友長大了，對，嗰都是想講你要穿湯係快嘅時間，嗰都嘛想會做到，嗰都想會做嘅東西，還是講後本來都去發展，嗰都是開始想。做乜嘅酒，自己創起是聽人愛做呢度產業啦文化東西，就是想哦，有芥樂啊，有醬，還有芪藥、芪爽，還有蓬鳳茶，其實用呢度東西去做酒、做調酒，那味道很特別。對，古時候唔過也就像拜六寒天，錯冇？禮拜六寒天，因為你都成日都創啊，還來上班啦，叫去金融業，然後有工程師也有，這是他們的假日打工啦。打工也是我們聚會這樣子，所以拜六暗部啦，咱就提供呢度酒。古時候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係講大家對根本嘅內容非常有興趣嘅話，歡迎大家到北部了，做啲來食呀好食嘅東西，了解呀北部韓國美西姐家屋卡嘅飲食文化哦。古時候根本嘅謝謝美西姐來到節目當中分享，什麼？什麼大家？什麼？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，停下來做運動哦。節目好看冇啊？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，韓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，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韓國啊，樣片啊，記得分享出去哦。